今日咧，我哋就會嚟講下孟子四端之心與現代社會嘅關係。首先咧，我哋咧就會介紹下孟子同埋四端之心，之後咧就會講下四端之心與現代社會嘅關係同埋面對嘅挑戰，最後就係反思同埋總結。孟子作為儒家思想嘅代表人物之一咧，佢嘅思想由古至今以嚟咧都啟發咗唔少嘅人。其中孟子最廣為人知嘅思想咧，性善論，佢認為人嘅本性咧係善良。性善論咧都成為咗中國傳統儒家思想一直傳承落去嘅理論啦。然而啦，近年嚟嘅戰爭啊同埋人禍不斷，到底其實四端之心或者性善論呢，仲係咪存在緊嘅呢？希望透過今次呢，可以探討四端之心同現代社會嘅關係，同埋思考四端之心係咪仲適用於現代。首先簡單嚟介紹下孟子啦。孟子呢係一個戰國時期嘅人，佢屬於一個儒家，又稱儒學嘅學派嘅。著作孟子呢同其他儒學嘅經典呢合稱四書，同孔子一樣呢，佢哋都喺儒家思想上邊呢有住好大嘅貢獻，所以呢，孟子喺儒家思想嚟講呢係一個好重要嘅人物。有關於孟子嘅關鍵思想啦，孟子咧認為人嘅本性善良，喺呢個基礎之下咧，為人提供咗成為君子嘅機會。喺孔子提出嘅仁德為基礎之下咧，孟子再提出呢個四端之心，去承接翻孔子嘅思想。有人認為咧，孟子完善咗孔子所創造嘅儒學框架。孟子所提出嘅四端之心呢，係佢人性論入邊嘅核心概念啦。我哋可以睇翻孟子《公孫丑上》嘅原文：惻隱之心，仁之端也；羞惡之心，義之端也；辭讓之心，禮之端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可以見到呢，四端之心呢係包括惻隱之心、羞惡之心、辭讓之心同埋是非之心。而四端之心呢，都分別對應咗呢仁義禮智，可以恰恰咁證明到呢，孟子提出四端之心呢，係基於孔子仁義禮智嘅概念之上。而同時啦，孟子呢認為四端之心呢，同人嘅四肢一樣係天生嘅。孟子《公孫丑上》曾經有提到啦，人之有是四端也，由其有四體也。雖然呢，人性呢係本善嘅，但孟子呢都認為呢，我哋要後天加以培育呢個善心啦。四端之心呢，就係人心有嘅一種潛能。咁我哋呢就會講下四端之心呢喺現代社會嘅意義啦。我哋呢，首先惻隱之心呢就可以用同理心嚟解釋啦。喺呢個社會之下呢，惻隱之心呢可以緩解到冷漠嘅疏離啦。例如呢，你做義工啊或者捐款呢，都係一種你有惻隱之心嘅表現嚟嘅。而羞惡之心呢，我哋正正呢可以用道德底線嚟解釋翻啦。喺現代嚟講呢，呢個道德底線呢可以維繫翻內在嘅良知啦，拒絕呢去接受一啲唔公平嘅現象嘅。而辭讓之心呢，正正呢就係對應翻禮呢個概念啦。喺呢個多元文化嘅時代呢，辭讓之心呢可以表達咧尊重翻每個人嘅文化差異啊，唔會強加於自己嘅思想喺人哋度嘅。最後呢，就係是非之心啦。是非之心呢，喺呢一個資訊好繁多嘅時代呢，係尤其重要嘅，因為呢，是非之心呢，就正正代表住你分辨對錯啊，有冇呢個獨立思考嘅能力。所以呢，可以見到呢，四端之心呢，同現代社會呢係脫離唔到關係嘅。同時呢，四端之心呢，面臨住一啲嘅挑戰啦，例如網絡嘅匿名化啦，導致呢
網絡霸凌者因為匿名化喪失咗罪惡感啦，令到佢哋嘅羞惡之心削弱咗啦。同時人工智能嘅出現呢，因為人工智能唔具備一啲人類嘅感情道德觀念啦，導致四端之心嘅概念被模糊，慢慢呢都會被式微或者取代。就反思同埋總結方面啦，四端之心結合咗仁義禮智嘅概念啦，強調咗人性入邊嘅善，都講到要經歷後天嘅培育嚟提升自身嘅道德修養啦。但係現代社會出現好多唔同嘅因素啦，導致未能從呢個自身去實踐四端之心。我認為要由呢個個人層面出發實行同並推行呢個四端之心嘅。多謝大家。之後就係我嘅參考文獻。